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这句话道出了人生的无常与智慧，也提醒着我们应该以一种更豁达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际遇。人生如同一条奔流不息的江河，有时波澜壮阔，有时静水深流。无论我们如何努力掌舵，终究无法完全掌控方向。有些东西无论如何努力，依然无法拥有；有些人无论如何珍惜，仍然会离开。人世间的许多事都充满着未知，与其一味强求，不如学会顺其自然，懂得珍惜眼前的幸福，坦然面对失去，让自己的内心保持一份宁静与从容。世间万物自有其规律，就如四季轮回，潮涨潮落。我们无法让冬天停留在春天之前，也无法阻止落日沈入西山。正如老子所言，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万物依照自身的法则运行，而人的生命亦是如此。正如庄子在《逍遥游》中所说，成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气之变，已有无穷者。真正的智者不会沈溺于得失，而是顺应天地的运行，让自己达到心灵的自由，这才是真正的逍遥。当我们试图掌控一切时，往往会被现实的无情所打败，但当我们学会顺势而为，懂得在努力与接受之间找到平衡时，才会发现生活的美好。许多时候，放下执念比紧握不放更能让人得到真正的幸福。人生总是充满不确定性，许多人因为对未来的恐惧而焦虑，因为对过去的遗憾而纠结，却忘了活在当下的可贵。我们总是以为只有得到更多，拥有更多，人生才会快乐，却忽略了知足才是幸福的关键。老子曾说，祸莫大于不知足，就莫大于欲得。当一个人过于执着于物质、地位、感情或是权力时，内心往往会变得更加贪婪，甚至不惜一切去争取，结果却发现即便得到了，也无法获得真正的满足。相反，当一个人学会珍惜已有的一切，不再奢望那些遥不可及的事物，内心反而会变得更加宁静与丰盈。有些东西并不是努力就能得到，就像种植一棵树，纵使施肥浇水，也仍然需要时间让它成长，过度拔苗助长，反而会适得其反。爱情也是如此，真正属于你的那个人，终究会来到你的身边，而不属于你的，无论如何努力挽留，最终还是会离去。正如《诗经》所言，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喜。真正的爱情应该是顺其自然，而不是强求。人生中许多遗憾，其实都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接受现实，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改变命运。但有些事终究不是人力能够改变的，学会接受才是人生的一门课题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，如果我当初如何如何，现在就不会这样了。这样的想法充满遗憾，但却毫无意义。过去的事情无法改变，未来的事情又难以预测，真正能够把握的只有当下。人生不过数十载，与其活在过去的悔恨与未来的焦虑之中，不如活在当下，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。人世间的一切，无论是名利、财富、爱情，终究都是过眼云烟，唯有内心的平静与满足，才是永恒的财富。我们总是羡慕别人的生活，却忘了其实自己拥有的已经足够。有些人拥有财富，却不一定快乐；有些人地位显赫，却未必幸福。我们总以为别人过得比自己好，却没看到他们背后的辛酸与压力。正如《红楼梦》中古宝玉所言，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唯有功名忘不了。许多人穷其一生追逐名利，到头来却发现自己错过了真正重要的东西。当一个人学会知足，不再与人比较，内心便能获得真正的平静。幸福并不是拥有一切，而是懂得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，有些人注定只能陪你走一段路，而不能陪你走完一生。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不同，与其强求对方留下，不如感恩他曾经出现在你的生命里。就像苏轼与王安石，他们曾是知己，却因为理念不同，最终分道扬镳。李白与杜甫虽然惺惺相惜，却也因时局不同而分开。人生就是这样，有些人来了又走了，但他们带给你的回忆却会一直留在你的心中。正如《离骚》所言，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人生的路很长，不要因为一个人的离去而停滞不前，学会放手，才能迎接新的可能。古人常说，得之我幸，失之我命。当我们面对生活中的得失时，应该以一种更加豁达的态度去看待，
而不是陷入无尽的纠结与悔恨之中。人生的起伏是常态，没有谁能一帆风顺。真正决定我们快乐与否的，不是拥有多少，而是我们的心态。有些人即便身无分文，依然过得快乐自在；有些人即便财富万贯，内心却依然空虚不安。真正的幸福来自于内心，而不是外在的一切。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里，我们无法预测未来，也无法改变过去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学会接受当下，珍惜拥有的一切，放下那些无法改变的事物，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加自由与宁静。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这不仅是一句古训，更是一种生活的智慧。当我们懂得顺应天命，知足常乐，坦然面对得失时，才能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无论人生如何变化，愿我们都能以一颗平常心去面对，一切随缘，淡然处之，让内心回归宁静，让生命活得更加自在与从容。